永不分離。使徒行傳9章5節，他說：主啊，你是誰？主說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。喺晨光中同主相遇，我將一個思考放咗喺心中，就係：主啊，你是誰？我哋雖然已經認識主，但係卻仲係未有完全認識佢嘅，所以我哋嘅信靠亦都唔完全。保羅就因為呢句話成為咗使徒，所以我哋應該將認識主當作係人生中最重要嘅3個字。何西阿書6章3節嗰度，將竭力追求認識主當作人生最重要嘅事。我哋嘅人生唔係組裝啲家具，每一塊板都要裁切好啦，需要嘅零件都準備齊全啦，仲附上一張說明書。我哋嘅人生係冇說明書嘅，主咁樣去設計，正正就係為咗要令到我哋緊緊依靠佢。佢會俾我哋一張生活地圖同一張靈魂地圖。生活地圖就帶我哋經過流淚谷，詩篇84篇6節嗰度話：他們經過流淚谷，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，並有秋雨之福，蓋滿了全谷。靈魂地圖就帶我哋進入泉源之地，生活地圖帶我哋經過曠野。靈魂地圖就帶我哋進入流奶與蜜之地。當我哋真正認識主啦，心中就會有一種認知，雖然好難以言語去形容，但係我哋知道自己摸着咗一種好奇妙嘅恩典。我哋知道主無所不在，佢喺流淚谷，亦都喺泉源之地；佢喺曠野，亦都喺迦南美地。無論係高處、低處或者係仇敵嘅，都冇辦法令到我哋同主嘅愛分離。就等我哋打開靈魂嘅地圖，信服主嘅引導，深信佢必定用秋雨之福嚟遮蓋我哋嘅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求你開我哋嘅心眼，俾我哋喺每天嘅晨光中都渴望更深去認識你。當我哋走過流淚谷或者係面臨曠野嘅時候，求你引導我哋嘅靈魂進入你嘅泉源同埋豐盛之地。謝謝你應許冇任何嘅事物能夠令到我哋同你分離。願你嘅秋雨之福今日就遮蓋我哋嘅人生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